观众朋友，早，欢迎收看12月11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珍。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昨日新增加的中研院人员确诊个案，敢是伫 P3 实验室感染着病毒咧，引起众人关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目前靠110个人采检，验86人拢是阴性，24个人搁伫咧检验当中，而且个案是咧工课场感染的机会也较悬。若敢是伫实验室去染着实验室的病毒，今仔日就会当知影结果。中研院就业女性研究助理崔稿办事函确诊新冠肺炎，已经指挥中心紧急扩列采检相关接触者，目前有97个人居家隔离，13个人自主健康管理。应该采检的110人内面，86个人阴性，24人也搁伫咧检验。大部分人都有检验过是阴性，所以在往外扩大，在这个职场这里面往外扩大的可能性相对的低。那但是在社区中，因为足迹很复杂，那还必须要提高警觉。这位女性研究助理按16816，敢若是伫咧进行新冠肺炎实验的时阵无细力去画着。指挥中心初步认为是感染Delta变异株，验过个案讲有2遍和实验鸟数加着，甚至因此感染，也怪等病毒数列比对结果出来。社区内相关的一些就是相关的确诊案例是0嘛，那他周遭的人现在有验到的那接触者验到的也是阴性，所以在社区被感染的可能性相对的是低。职场的可能性是高。外界好奇，动物敢会将新冠病毒传染予人？指挥中心讲，去年11月，丹麦第一遍发现水貂感染新冠病毒了传染予人的个案。尾啊，荷兰、波兰也类似情形。目前全世界只有3个国家有动物传染予人的案例。动物传染这个事情，在我们这个调查当中，我们还是会把它列入一个可能的来源之一。当然，就环境的部分，我们也会在做采检跟相关的调查来了解，说究竟这个实验室里头传染的来源是动物还是环境，还是有其他的一些传染途径。指挥中心也公布3项紧急应变措施，包括成立专家调查小组，针对中研院确诊事件做外部调查。针对国内12间操作新冠病毒病原体高防护实验室，1礼拜内要完成现场查核，已经派人到事件现场的 P3 实验室，甲相关公共领域进行环境采检。但是，两强调实验室的病毒株甲感染者的病毒数列比对结果，上近1礼拜6、11会出来，就让查清楚感染源是不是来自实验室。记者综合报道。有前员工确诊，中研院昨夜召开记者会，院长表示会伫10天内交调查报告予指挥中心。不过，这病毒的感染源佮有行政管理的问题，拢爱佮详细调查。另外，有风声讲，这个查某员工是去互同事霸凌才会死疾。院长表示，这个员工确实有讲家己去互人霸凌，不过死疾的原因嘛是爱佮调查了后才知详细。中研院前研究助理确诊Delta变异株感染源也无清楚，事件一直拖。隔一天，中研院初十召开记者会，院长廖俊智诚心表示，会在10天内向指挥中心提交报告，并且调查这个责任的归属。我们 P3 实验室都有很严谨的 SOP， 根据 SOP， 当然是感染的可能性是非常小啊，所以说我们就要查看说是有哪一个环节出错。即要按照标准的流程，院长也强调，画到机会无大，不过到底是倒位出问题，中研院讲也伫调查。另外，这名女员工已经离职，有网友发文暗指背后的原因，就是因为想要遵循标准的流程，伫工作上互欺负，北向顶司来申诉也无被处理。对此，院长证实个案确实被反映过。他确实有这个file 这个 complaint 说的有职场霸凌的状况啊，那基因体中心也处理过这样的状况，所以这件事情我们目前掌握的讯息是这样子。另外，21个研究助理，北共200户实验的鸟鼠咬着伤，中研院初判分别是阿法和伽马变种株。另外，对着行政管理是不是有疏失，女员工离职的原因，病毒感染源是啥物，强调会透明公开调查，中研院讲也搁再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食药署昨接到通报，讲一个真出名的品牌 Godiva 因的冰淇淋产品
原料内底有用到一种化学物，恐惊会致癌。食药署表示，已经要求业者甲6种口味的冰淇淋刷落市面，停止贩卖。环氧乙烷这个化合物，它是有致癌性的，它已经被我们世界卫生组织下面的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列为1级致癌物。长期接触的话，它会增加一些癌症，例如白血病的风险。这个进口的冰淇淋产品，如果知道说，它受到环氧乙烷的污染，我想一定要厘清说，到底它的浓度是多少，而且它到底是在哪个环节被污染到。我想应该目前建议说先下架后再观察，再把它厘清，找出它的原因。后礼拜6就要公投啊，民进党是规党总动员拼势来催票，国民党也无输定，派战车上街头宣讲。若这公投甲普通的选举较无同，投票迄当天也是会当宣传，毋过爱离投票所30公尺以外。若是有扰乱投票行为，上当会判2年，或者是罚15000块。12月18公投剩1礼拜，民进党全党总动员，副总统赖清德随即去云林参加2场大型的宣讲活动。伊讲，刑事伫咧地动带有危险性，无适合搁启用，也是拼装车。核试案起停停，是一台老爷车，嘛是一台拼装车。码头本来是规划伫河边啦，只要往外海摕外远，大家知。1200公尺来，咱掌声鼓励。赖清德讲，伊最近全台湾走透透，参加超过80场次的宣讲活动，就是希望甲人民讲清楚说明白，执政党推动这4项政策，都已经做好准备。另外，台北市党部主委吴怡农、崔集甲中央党部副秘书长林辉环，最近到滨江市场扫街宣传，希望少年人会当出来投票，也希望会当理性辩论。讲投票，每一项4项都同意。拼公投，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也去几人骑战车扫街宣讲，佮随赶去台中南投，一天赶3场，要争取上大民意，支持4个拢同意。不过团讲党内不管新北市长侯友宜，拢无对公投表示态度。朱立伦讲唔通互人分化，分别会用各种方式来表达对公投的支持，我们不用被见缝插针，也更不要自己造成困扰。公投倒数拿入伫咧拼场，公投的正反方也积极宣传，甲公职人员选举无同。12月18投票日即天会当有宣传活动，不过离投票所30公尺外，声音也放水。借由扩音器或扩音设备播送、放送声音的穿透行为，已经进入了投开票所4周30公尺以内时，恐以达到妨害或干扰乱投票的程度。中选会讲，刑法第147条也规定，妨害或者是扰乱投票的人，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15000块以下罚金。另外，因为今年4大公投因为疫情的原因延后投票，所以投票权人的年龄资格依然是以原定的8月28进前满18岁为主。初步统计有1988万2378人，不过最后确定的人数会伫14依法公告，作为公投法定条件的基准。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报纸写什么？带观众朋友来看早报重点。先看自由时报，美国总统拜登初十主持第2天的民主峰会线顶会议，南国的行政院政府委员唐凤也代表台湾发表国家声明，伊强调台湾会徛伫全球对抗威权主义的上头前，而且态度是正坚定。接落来是中国时报。宜兰县长林姿妙初十宣布，行政院已经正式核准国道5号接塑化改的研究案。照目前的规划，这段路有7公里长，总经费是178亿。行政院也希望讲，尽量甲塑化案的工程合并，做伙伫2030年完工。接落来是联合报，户口伫台北市的囡仔，原则上拢爱照学区去分发要读倒一间学校。不过，若有特殊的状况，教育局甲学校评估了后，嘛会当转去读学区内已经满额的学校。
台北市教育局表示，即阵并无统计这种特殊状况的学生数量，敢若会当讲是非常少。尼加拉瓜宣布甲台湾断交，无3点钟就甲中国建交，而且双方各签联合公报，震动一中的原则。中国外交部俄罗讲，这是正确的选择。那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若发声明来挺台湾，也批评尼加拉瓜现任的总统奥德加进前伫大选的时阵有做手。尼加拉瓜宣布甲台湾断交，较无3点钟就快速甲中国复交。双方伫天津举行会谈，并且正式签署复交联合公报，承诺袂阁甲台湾进行任何官方的往来。中国外交部对这代志也真懊恼，讲这是符合民心的正确选择。中尼复交再次表明，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大义、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中年复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发声明，谴责奥德加大选是选假，行动无法度反映人民意志。甲台湾断交决定剥夺人民伫民主甲经济成长上的坚持优判。真侪位美国议员也伫推特顶悬挺台湾。参议员斯考特批评奥德加无体，中国影响力就敢若感情拖中南美洲。众议员法隆、麦克林拢讲，美国应该甲台湾徛做伙。En las últimas elecciones en los Estados Unidos.Hubieron acusaciones de fraude de uno de los partidos. 奥德加对于美国的不满，就是因为拜登捌批评美国选举无公正，佮提出制裁。75回，奥德加2021年已经是第5遍当选总统。伊伫选举期间加禁7个总统候选人，佮逮捕将近40个反对人士，10万人被逼流亡海外。和美国欧盟联合批评，根本就是独裁政权。有40外个国家甲组织拒绝承认选举结果。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咱台湾伫2006年有甲尼加拉瓜签订 FTA， 双方长期以来拢有农业、医疗等等33项合作。根据统计，台湾嘛是尼加拉瓜伫亚洲上大的出口国。不过，咱出口去尼加拉瓜的物件煞是真少。都学者认为，其实断交对咱台湾的经济贸易是无什么影响的，颠倒是尼加拉瓜无法度佮得到台湾的帮助。尼加拉瓜自大使馆面册找到暗时，才抛出初次举办的中南美洲海鲜牛肉采买成果发表会，代表两国友好。不过隔天就宣布甲咱国来断交，因为真侪民众不满。而活动主办单位的台南市长吴伟铁也怨言，讲尼加拉瓜安尼起起倒倒，会交无真正朋友。尼加拉瓜过去也曾经跟台湾断交过一次，所以说这次是2次断交，所以这个反反复复的这个结果，我觉得其实是交不到真朋友的。台湾甲尼加拉瓜一条合作案，包含农业、医疗，也有商业经济等33项。以农业为例，台湾北派技术团到当地来指导农民发展，并且提升对外栽培技术。断交了后，相关的合作恐惊面临终止。我们还是有一个贸易的逆差情况。断交之后呢，就表示说双边产业合作等等的话，或技术资源就终止了嘛。虽上，台湾是尼加拉瓜出口亚洲的第一大市场，大约是1亿4千万美金。不过，占台湾2020年全球进口总值是非常少，出口贸易相款占比也增加。台湾对尼加拉瓜累计投资金额也无悬，加上两国2006年就签订 FTA， 中经院认为断交对台湾经贸冲击是真碎。那个几乎是0.000几的一个比例了啊，所以就算断交之后贸易完全停摆。可能，即便就是在统计上或者在真实感受上，都不会有什么差别。以现况来看，断交对咱国影响是外交大有经贸。李顺认为，台湾在外交上处在无好的情势，政府不得甲应该在经贸上找到更加多伙伴来支持，确保台湾袂在外交甲贸易上拢真侪国际孤立。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墨西哥伫初九有一台拖拉库车颠载100外中美洲的违法移民，对瓜地马拉的边境离开，要入去墨西哥的边境。不过，煞敢若是因为车驶甲伤紧，伫转弯的时阵去弄到天桥，规台车就并车，目前已经知影有54个人死亡。救
安人员伫变形的卡车内着急甲吊伫内底移民救出来，车外路边围徛围坐，这个受伤的移民拢伫等待送医，也是包伤口。墨西哥当地车到一台载上百个中美洲移民的货车，伫边境城市恰帕斯州弄到天桥的桥头煞冰车。Agarró la vuelta y por el pesor de las personas que veníamos dentro y en la vuelta nos fuimos todos y bueno el tráiler no pudo retener la fuerza de las personas, el peso, pues nomás ya se volcó ahí. No, tengo el brazo roto, fue el tiempo que hablé contigo. Yo te quiero más tarde. 发生事故的地点伫离开瓜地马拉边境前往恰巴斯州首都半路，因为当年拢有几60万的中美洲移民为着闪散车甲暴力，想要窜过墨西哥去美国。好亲像伫窜过边境了后发生意外。CNN 报道，这个变车事故造成包括瓜地马拉甲洪都拉斯的移民至少54个人死亡，另外105个人轻重伤，其中有3个人伤势不加严重。Pues venía a exceso de velocidad, eso sí me manifestaba uno de las personas que llevábamos. Y pues bueno, lamentablemente pues ahí está el resultado, ¿no? Pero de todas las edades, pues bueno, lamentablemente pues bueno, ya tenemos decesos y bueno, ahorita hacer las labores de conteo, de levantamiento. 对这个事故，墨西哥总统欧布拉多伫推特顶悬表示痛心遗憾。恰帕斯州长艾斯坎东也已经下令为伤者提供即时的医疗救援甲协助，并且要依法追究相关责任。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译。由律师加人权专家组成的英国民间法院为5年做法庭，查到判决中国伫新疆对维吾尔族人甲其他少数民族犯种族灭绝罪。不过中国根本就无咧要紧这件代志，甚至佫讲这判决只是一张废纸尔尔。英国民间法院维吾尔族法庭伫催告判决，中国政府伫咧新疆对维吾尔族人甲其他少数民族犯种族灭绝罪。On the basis of evidence heard in public, the tribunal is satisfied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that the PRC, by the imposition of measures to prevent births intended to destroy a significant part of the Uyghurs in Xinjiang, as such, has committed genocide. 法庭讲有合理依据相信。中国当局犯强迫绝育、性侵、奴役、扩大性交、强制遣返等违反人类罪，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甲其他的中共高层，拢对新疆发生的代志有责任。移居到土耳其的维吾尔人加福听到判决的结果讲，这互世人更加理解因的处境。怎么全世界拢知影有种族灭绝的代志？Daha fazlasıyla hak ediyor şu anda Çin. Şu anda bu sadece soykırım değil, yok etmeye çalışıyor. Tüm dünyadan silmeye çalışıyor bizi. Sonuçta yani Çin'in bunu bir yana Pekin'den parmağı onun olmadan, Çin'in izin olmadan olduğu zaten aşikardı. Onu bunlar kanıtlamış. 这个民间法院是流亡维族上大的代表团体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请求下，2020年9月由9位律师加人权专家组成。虽然无任何政府支持加关联性，也无权力制裁或者是惩罚中国，不过希望公开呈现中国对维族种族灭绝的证据，迫使国际采取行动。对所谓新疆对维吾尔族犯下种族灭绝罪的审判，性质极其恶劣。 做法极其卑鄙，手段极其龌龊，堪称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诬陷案。所谓的最终判决，就是废纸一张。在此同时，一名维吾尔族人催告在英国伦敦的中国大使馆头前抗议，要求中国停止对同胞的暴行。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艾莎强调，这边的判决正关键，希望联合国加世界各国依照国际法履行义务，阻止种族灭绝，并且追究责任。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咱国内厝价是一直起，民众煞是买袂起。为着压制炒房，内政部通过修正草案，要限制新建案或者是新厝随转一手卖予别人的代志。违规者上重会当判关3档，或者是罚5000万。若新建案若准备解除契约，30天内也爱申报。另外，要减记奖金的制度，防止有人一直挑工炒厝价。
关门一拍开，民众都全部挤入去，都惊上万买无。这是台南仁德区的一间建案接待中心，设备接备卖有受建案出现民众规暝排队抢房的现象，引起台南市政府的注意。为严格拍有售处插座，内政部推出修法，包含全面禁止有售处甲新厝换约转卖，严格处罚插座人相关刑罚5000万。若是有售处解约30天内也爱申报，另外也管制司法人买厝5年内未当转期，各建立降低奖金机制。投资客炒房团其实真正的获利管道或模式，就是透过换约的这一个机制，来达到它获利了结。那如果说我们让这个市场存在着非常容易用非常大的财务杠杆，可以来做投资炒作的一个机会，那显然已经失去了这个市场建立的本意。花建群表示，有售市场有合理的运作模式，不过说好有寡人利用做插座的管道，无希望这问题继续恶化，所以爱做必要管控，安定民心，稳定市场。不过对这摆修法帮助认为，内政部明令禁止有售处换约，未来有可能会互买卖化名为案，转嫁大兵下骹，恐惊互市场的乱象更加严重。我如果是用简约的方式，可以把房子做处理掉，因为就他可能会有一些自下的案，就是只要有买方愿意去负担那15%的总屋总价的部分，我还是可以顺利把房子处理掉。陈吉明表示，未来限制有售处换约上路了后，买厝人若违约反悔无要买，也是爱赔总价15%的违约金给建商，最后输的人不一定是建商。花建群表示，会提出配套，包含降低违约解约者的处罚的标准，也希望这个会期能将修法送入立法院审议。记者综合报道。嘉义沿海的日头长，一寡太阳能发电的业者一直想要去开发。若伫嘉义布地，都有一位民众早就上准太阳能的好处甲趋势，伊找30间厝的厝顶来做太阳能发电，佮把这寡电卖互台电，一年就赚卖300万。出来巡太阳能发电的设备，亲像这种有到太阳能板的厝顶，串装户有正30搭，全部的电加起来有将近200 kW。伊一年靠这的电就赚卖300万，保障以后未来20年的每个月的收入了，然后也是一开始是兴趣了，然后慢慢变成主业。配合政府推动全民2能厝顶的政策，蔡总有甚至家己家的厝顶搭太阳能板，发现讲布地日头时间长，佮加上正电的收入稳定，规气成立公司，伫当作布地细厝来种电。我开50几万来搭这太阳能。每一个月迄个太阳照射，我的利润呢，都要有8000多块了。那整年下来呢，还有，差不多7万多块。换算它一年年收率13%，比那股市的5-6%还好，还稳定了。未来一些退休族啦，还是想要在投资副业的民众可以参考一下。蔡总有表示，虽然种电维护简单，佮毋免请人顾，但是目前拄到的问题，除了真侪厝顶拢有铁柱以外，台电的线路、民众利用秩序的不足，佮有搭太阳能板成本等等的问题，拢影响到民众投入种电的意愿。记者林慧玲嘉义报道。天气报你知，今仔日各地头大部分拢是侪云到好天，敢若东半部有会落雨，大台北地区嘛会小可落雨。来看云图。今仔日天气还阁算稳定，敢若东半部大台北会落阵雨，民众都要把握今仔日的好天气，因为明仔暗阁会有锋面通过，而且阁有一波东北季风会变强，到时阵北部、东北部又阁要变天转冷咯，水气嘛会增加，维持到后礼拜2。若中南部影响都无遐大，不过也是要注意温差。另外，因为今仔日透偏东风，西南部的空气会较歹消透。云嘉南、高屏、甲马祖地区，今仔日的空气品质是干嘛是个提醒灯号。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18度到25度，中部地区16度到25度。
南部地区17度到27度，东部地区18度到24度，外岛地区15度到23度。搁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珍，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